真不给。好的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哎，你给我们倒壶茶了。先生，我们这的茶是论杯卖的。那就来3杯。先生，请问要什么茶？随便什么茶？我们这有菊花龙井乌龙红茶。红茶。红茶。先生，我们这的红茶是1个人1壶。你刚不是不用壶卖吗？先生，我是说我们这的红茶是装在壶里卖的。那你就泡一壶得了。请问都要红茶吗？对。那先生您就是要3壶。行了。你把我弄得有点乱，怎么又变成3壶了？先生，我们这的红茶不可以3个人1壶的。那你就给我来3杯冰水。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的冰箱暂时坏了，没有冰水。我要3杯龙井，1人1杯。先生，我们的龙井是60元一位，可以续水。好。好的，谢谢先生光临。再见。上哪儿来消遣去了？